有好多人辛苦一輩子賺錢，但係又唔識得點樣好好運用呢啲錢，咁就白白將啲錢帶晒入棺材。假如今日係最後一日嘅話，你望返轉頭，你有冇遺憾啊？有冇一啲願望你未達成呢？其實呢一個唔係假設性嘅問題嚟㗎。事實上，真係有好多臨終嘅病人，佢哋最真實嘅感受同埋最後嘅心聲，都係帶住深深嘅遺憾。喺數據資料搜集得知，有好多臨終嘅病人都有以下嘅遺憾嘅。有人一世都未能夠真心開心過，有人唔能夠同家人同朋友及時相聚。有人冇勇氣去表達自己內心真正嘅感受，又有人只顧住做嘢，錯過咗好多嘢，亦都有人佢只係活喺人哋嘅期待裏面，未能真正活到自己想活嘅生活。以上呢種種嘅遺憾，都反映咗我哋嘅生活都出現咗一啲嘅問題，而呢啲嘅問題都好值得我哋去思考。記得睇到最後，千祈唔好錯過啦！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凌風 Windy，歡迎嚟到我嘅頻道。今日我會分享一啲關於我哋人生嘅思維覺醒，希望等多啲人可以領悟當中嘅智慧，可以擁有你哋豐盛、富足、精彩嘅人生。喺呢個時候，請俾個 like 同埋免費訂閱我個頻道啊！多謝。好想問下大家，請問你賺錢係為咗生存啊，定係為咗儲錢㗎？你辛苦咗一輩子返工賺錢，日日開 OT，捱更抵夜，揾咗好多錢，係咁儲，係咁儲，等到退休嗰日，你先至發現自己身體變差，大不如前，甚至連曾經想去做嘅事都冇力去做。突然回頭一望，你睇到啲乜嘢啊？冇晒啲時間，冇晒啲親情，冇晒人生意義咯。其實錢唔係要賺到死嗰日帶入棺材噶，錢係俾你用嚟喺一啲有價值嘅地方換取你人生嘅體驗，換取美麗嘅回憶。即係話，錢係俾你嚟創造回憶、體驗人生噶。以下就有兩個聰明嘅思維，可以活化你啲錢，等佢更加之有價值，咁你就唔會浪費你嘅人生噶啦。第一個聰明思維就係你將錢變得更值錢。你有冇試過買咗一部最新款嘅手機，過咗一段時間之後，又會有另一部新款嘅手機取代呢？如果你將呢一筆錢用喺體驗人生方面，例如去跳非常刺激嘅飛機降傘，去潛水，去滑雪，同3、5知己去背包旅行，呢一啲嘅經歷可以令你人生充滿精彩同埋一世寶貴嘅回憶。呢啲嘅回憶亦會成為你一生嘅財富，因為如果你冇咗呢啲回憶嘅話，晚年就會變得空虛單調噶啦。只要你將啲錢用嚟體驗人生嘅話，咁你嘅錢就會變得更值錢㗎啦。第二點，你一定要知道嘅聰明思維就係，有啲嘅體驗唔可以等。你千祈唔好話等你儲夠錢，或者係等你退休之後先去做啊。例如話你20歲背包旅行，精力充沛，去邊度都活力十足。但係如果你60歲先去背包旅行，到時可能行幾級樓梯都會喘晒氣，咁唔知你要用幾多嘅時間先可以走遍你想去嘅地方呢？如果你有夢想嘅話，就唔好再等啦，今日就開始做你熱愛嘅事，做一啲值得你去體驗人生嘅事。記住啦，時間係唔等人嘅，你越拖得耐就會錯失越多。等到你回頭一望，你就發覺你錯失咗好多機會，變成咗你一世嘅遺憾㗎喇。咁我哋嚟講下點樣先可以真正去體驗人生啊？其實有以下呢兩個大嘅重點，你哋一定要留意。第一就係你要願意用錢換取體驗。
有好多人只係願意用錢去買奢侈品，一係就係儲起晒佢，唔捨得用，完全疏忽咗真正人生體驗嘅重要性，以為買個名牌袋、出架靚車、買間屋就係最幸福嘅事。其實真正最幸福嘅唔單止係物質呢方面，而係你刻骨銘心嘅回憶體驗。例如話同朋友一齊穿州過省，走遍7大洲5大洋嘅旅行經歷，同屋企人去過北半球同埋南半球唔同嘅海邊睇日落，欣賞最美麗嘅風景。喺陌生嘅城市裏面體驗各地嘅風土人情，食盡不同文化嘅美食。呢啲嘅人生體驗只有你親身先可以去感受得到，絕對唔可以用錢嚟衡量㗎。其實錢只係俾你嚟換取體驗，而呢啲嘅回憶亦可以令到你人生充滿真正嘅幸福感。唔好再去追求物質嘅慾望，要注意返內心嘅寧靜，去體驗生活嘅價值。一啲看似簡單嘅事，但卻帶嚟深深嘅滿足感同體驗。將你嘅錢用喺能夠令你身心舒暢、思考人生體驗嘅地方，呢啲累積嘅經歷同埋回憶，先可以歷久常新，帶俾你感動。佢哋係永遠都唔會消失嘅。你話係咪好值得呢？第二點可以真正體驗人生嘅就係規劃理財，不再做守財奴。有好多人好怕使錢嘅，怕啲錢用晒會冇錢使，跟住就唔捨得用錢，好慳好慳，令到自己充滿匱乏嘅能量，啲錢又留唔住，搞到自己變成一個守財奴。但係我哋人生階段有不同嘅需要，不同嘅體驗。例如話你20歲去學習新嘅知識，會有充裕嘅時間俾你去拓展視野、累積經驗、開創事業。如果到你60歲先去學習，可能只係可以滿足到你嘅好奇心，打發下時間㗎咋。將辛苦賺翻嚟嘅錢等到將來先用，咁你就會錯過咗最適合去體驗人生嘅年紀㗎啦。所以規劃理財唔係叫你儲起晒啲錢啊，最重要嘅就係你要將啲錢用得有意義同埋有價值，將佢哋放喺你嘅事業、放喺你嘅家庭同埋社會責任方面，可以為你帶嚟不同嘅經歷、不同嘅回憶。世界上最遺憾嘅一句說話就係我本來可以，我本來可以去愛，但係因為未來唔敢開始。我本來可以放眼世界，走遍千里，但係因為未儲夠錢，就一拖再拖。我本來可以同屋企人有更多嘅相聚時光，但係因為無常，就再冇機會。千祈唔好再辛苦一輩子賺錢，卻把錢帶入棺材，錯過最精彩嘅人生。就算幾艱難都好，都要珍惜今次嘅人生旅程，活好每一天。如果你識得用錢去體驗人生嘅話，相信你一定會心想事成，擁有豐盛、富足、精彩嘅人生。希望大家鍾意呢條影片，歡迎留言俾我啊！如果呢條影片可以令到大家清楚知道點樣用錢去真正體驗人生嘅話，請讚好、訂閱同埋分享出去啊！多謝。